台东县对去年开始甲高雄市斗相粪扫，不过最近伫咧焚化厂附近的居民就发现讲，对高雄市再来汽车的粪扫沿路发出重重的臭味，影响到因的生活品质。台东县环保局就表示讲，因会搁请高雄市的厂商，就要甲这个粪扫防护好。台东县粪扫焚化场去年开始有外县市的粪扫清运车入场来烧粪扫，但是第25个日时，有民众发现讲有7台高雄市运送粪扫的拖拉机是发出真重的臭味，互附近的居民感觉真困扰。跟居民这样了解知道哈，那这垃圾车进来哈，产生的恶臭严重性也非常的严重啊，导致居民呢严重的抗议啊。附近的居民讲，疑似是无甲把握好，对高雄长途塞车过来，沿路的居民有可能拢有闻到臭味，影响到身体健康。台东县环保局讲，会向高雄市政府来反映，要求厂商一定要改善。这几天进场的车辆，其实他们都有依规定去做覆盖。那焚化厂这边的人员也有去周边去做巡检，去做看这个异味的这个巡查的部分。那目前大概没有很明显的这个状况。不过附近的居民嘛，真关心讲，台东县要代销高雄市的粪扫到当时，环保局讲，因为互租互费的关系，过去高雄代销台东的粪扫，台东县阁欠高雄4000吨的代销量，加上今年焚化炉要做单炉的年度修理，那以逐礼拜代销100吨的量来算，有可能阁需要一段时间。环保局嘛讲，会加强去稽查对高雄市运过来的粪扫，避免伊阁发出臭味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